竹塘乡的赏花秘境木棉花大道盛开，火红色的木棉花搭配附近的绿色水稻田，红绿相衬，非常美丽。但游客拍照发现，怎么一旁的稻田飘了好几颗吓人的假人头。 1颗、2颗、3颗假人头，有长发，有短发，甚至还有理光头的。人头的眼睛还会直直的看着你，让路过的游客拍照起来感觉很吓人。会毛毛的，但是如果是到晚间来的话，可能会吓到人。无人讲啊，你就认真甲看好，熟悉就买啊。假人头看得游客心里直发毛，而且数一数，现场超过20颗假人头。当地的农民赶紧出面解释，摆这些假人头是为了驱赶小鸟。刮胶啦！哦，刮胶啊！鸟伊就食袂啊，鸟啊惊人啊，这个保育的，咱就鸟啊袂使乌白偷伫啊。哦。啊，即嘛算互迄惊啦，加减。 竹塘乡的农民为了吓阻小鸟不要来吃掉辛苦栽种的农作物，正巧女婿从事美发业，练习完不要的假人头就拿来充当稻草人。只是这飘在田里的假人头数量多到还没吓到鸟，可就差点先把人给吓坏了。华视新闻张春峰、谢忠义彰化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